多謝主席。我哋關注中國中心，咁關注中國中心回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聯合國殘疾人權公約所提交嘅首份報告書意見書。關注中國中心係本港一個非政府組織，致力關注中國及香港弱勢社群，當中包括殘障人士。僅喺中國不同類型嘅傷殘人士總共超過1億名。我哋認為嗰個報告所提及下列嘅殘障人士係非常值得社會關注：肢體殘障人士、聽障人士、視障人士、器官殘障人士、語言殘障人士、自閉症人士、精神病人士、注意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仲有呢個特殊學習困難嘅。咁喺報告書入邊咧，並冇提到老齡退化症。咁我哋都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協助幫忙，將老齡退化症歸納到呢個殘疾人士權利公約入邊，而希望香港政府可以喺各大專院校嘅社工工作課程入邊加入認識及如何幫助上述人士嘅課程。而現年每年喺各大專院校不同嘅社工課程畢業嘅同學超過3000名。對於現實需要係不足夠嘅，咁我希望政府能夠發展或者開拓更多嘅渠道，吸引啲年青人去報讀呢個社會工作者課程，嚟令到社會有更充足嘅資源同埋人士去服務呢啲殘障人士。咁另外，我哋亦都發現到喺一啲大型嘅運輸公共交匯點缺乏呢個無障礙通道，令到好多殘障人士，特別肢體殘障人士未能夠完全去享用。其中包括喺呢個柴灣區港鐵站同埋新翠商場嘅交匯處、金鐘區嘅統一中心同埋呢個金鐘廊嘅交匯處，都缺乏呢個無障礙通道。由於大部分想享用呢啲港鐵服務嘅殘障人士係因為以上嘅情況而減少外出，令到佢哋缺乏足夠嘅社交活動，而導致有其他問題出現。我哋希望政府能夠協助規管一啲大型運輸交匯處同埋一啲相關嘅中心，去擴建解決呢啲無障礙通道問題，而令到可以更多嘅殘障人士能夠增加佢哋外出同人溝通接觸，增加佢哋社交活動，而避免更多問題出現。多謝晒。好。